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1月30日，截至昨日為止，本月新盤銷售已超越2300伙，加上紅磡單棟新盤月碌於今日展開推售，1月份的新盤銷售已幾乎肯定可以突破2400伙的高位，更有機會超越去年的單月新盤銷售新高。新盤市場持續熾熱，加上臨近農曆新年的長假期，新地焦點新盤西沙灣 Sierra C 亦決定加量提速，定於本週日2月1日進行2B 期的次輪銷售，推售單位數目更多達350伙，成為項目過去數輪推售中單日推售最多的單位。項目昨日一口氣加推3號、4號價單共357伙，整體平均尺價達12469元。此外，再有發展商為農曆新年後的新盤銷售作部署，由華懋發展的佐對德興街的單棟新盤作正式定名為如意，並計劃於農曆新年後展開推售。項目共提供164伙單位，面積介乎274至468平方尺，當中佔上80%以上屬一房單位。另外，新世界位處九龍塘玫瑰街的新盤項目將於下周一公布命名，項目共提供約100伙單位，相信亦會於農曆新年後推售。下月新盤市場仍會維持熱鬧。有關香港地產最新訊息，可瀏覽世紀21香港C21HK。